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鸿海甲裕隆公司合作开发的第一款的电动车 Model C， 在去9点开放予人注文。这台是纯电动的修理车款，一台唔免100万。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使家己集团的电动车出来，由鸿海和陆龙啊做设计头一款电动车 Model C， 今仔日下晝9點開放注文。唔捌做過汽車的鸿海和陸龍啊合作短2年，就推出3款電動車，嘛代表台灣電動車的產業走向一大步。裕隆本身在汽車產業的耕耘，就已經這個行之有年了。在現在。 整個世界已經轉化到電動車時代之後，確實大家在這個發展上面回到一個同一條的起跑線上。這也是為什麼MIH 這個鴻華呢，就是裕隆加鴻海所合作這個關係呢，要在這個時候去打入這個全新的領域。 這款電動車 Model C 算是純電動車，經過在由鴻海開發的 MIH 平台，借產業聯盟開放規格和零件商做合作，要和特斯拉供應鏈車拼。鴻海其實現在不論是在中國大陸，不論是在美國，很多個領域的這些資源，我認為都有機會為這個接下來裕隆的，不論是自有品牌或者是新創品牌的佈局，能夠帶來一些很實質而且顯著的效益。 專家認為，鴻海集團資源多，這幾年除了推動電動車的產業，嘛有在做車用晶片和八德利。市場會看數落來大搶電動車的產業，甲腳步翹在了後，唔望和台灣晶片的大港同款，有機會徛起國際舞台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給大家2個任務。第一個，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，你按讚了嗎？還有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，趕緊訂閱起來，還要記得按讚，開啟小鈴鐺哦。